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 Man 空的 YouTube Channel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張平玩內地富豪嘅新神卡啊！冇錯，每個月只需6蚊雞就能夠 keep 一個+86嘅中國電話號碼，但係背後有一個好重要嘅收費，必須計算在內。所以今日啦，就同大家介紹呢張嚟自中國電信香港嘅新儲值卡啦。咁講到啦，用儲值卡嚟 keep 內地富豪，或者叫做一卡兩號啦。咁 3HK 嘅選擇咧就全軍覆沒噶，數線啊、3萬卡 DIY SIM 都暫停新嘅申請，所以就必須尋求新嘅方案。而今日介紹嘅方案啦，就內地富豪每日收費只需2毫子，換言之一個月6蚊雞就能夠 keep 到一個中國電話號碼，就算一個月31日啦，都係6個2嘅啫。咁講緊就係呢張，如果行過深水埗啦，都可能見過去噶啦，就綠色封面啦，嚟自中國電信香港嘅出品啦，咁面額就賣緊50蚊，但實際賣幾多錢呢？一陣間再同大家去介紹啦。首先介紹呢張中國電信香港兩地語音數據卡嘅基本資訊啊，因為官網啦都仲未揾到佢嘅官方介紹嘅，咁後面啦再同大家介紹一卡兩號收費啦、申請方法以及數據同埋通話嘅玩法係點啦。咁第一樣嘢，佢就嚟自中國電信香港嘅出品啦，就係一間香港註冊 MVNO， 所以香港就租用 CSL 5G 網絡提供服務，而內地就用翻中國電信自家 5G 網絡。咁你見到封面啦，右邊都大個 5G logo 噶啦，咁只不過啦呢張卡啦就需要實名登記先至能夠使用，而第二個注意事項啦，咁封面都貼咗張貼紙噶啦，咁就係唔能夠喺內地開卡，所以就必須喺香港開卡先至能夠用得到嘅。相比坊間常見嘅內地外遊數據卡，呢張中電信出品就勝在服務夠晒全面，因為除咗包含數據之外啦，仲支援埋通話同埋短信。一陣間再同大家睇收費係點嘅，咁但係就留心翻啦，呢張卡只限香港同內地先至用得到，所以去到澳門呢就完全用唔到。如果間中需要過下大海啦，呢張卡就唔適合你啦。另外佢都唔支援國際漫遊嘅，咁所以去到其他國家啦，就唔能夠用翻香港 number 嚟收 SMS 短信啦。然後嚟到儲值同埋開卡組合呢部分必須聽清楚，因為一陣間最重要嘅注意事項啦，就同開卡組合有關嘅。咁呢張卡大家見到啦，就面額係有50蚊喺度啦，但係開卡就會自動扣除38蚊，就買咗個預設組合啊，就包咗60日，即係2個月嘅6GB中港兩地數據，除翻可以平均每個月有3GB去使用嘅。咁扣完38蚊啦，你將會可以用到儲值就剩翻12蚊，所以增值啦先至能夠續扣啦，或者購買其他嘅服務。而呢個 plan 就必須自動續扣，一陣間再同大家睇個問題喺邊啦。講完一大輪，喺跳去一卡兩號之前，大家就會問呢張卡面額50蚊啦，就包咗50蚊儲值啊。咁實際坊間賣緊幾多錢一張呢？咁根據我哋 MH Telecom 啦，最計深水埗做嘅價格啦，就發現呢張卡都幾海鮮價，個浮動都幾大嘅。咁有啲鋪啦就最平開45蚊啦，有啲開50或者55啊，甚至貴到70蚊都有嘅。咁靠翻你哋自己去格價，做翻個精明消費者啦。好，咁然後就同大家睇埋新卡有效期啦，我就唔清楚嘅，一封套就冇寫到，而且啦就唔支援 MNP 攜號轉台，必須要開個新嘅香港電話號碼啦，而最尾呢張卡都唔支援 eSIM 嘅。終於嚟到今集嘅戲肉，相信 click 得入呢條片都係為咗平玩一卡兩號而嚟。咁封面講得好清楚啦，內地富豪就採用一個逐日收費嘅機制啊，就每日收你2毫子，換言之一個月30日就收你6蚊雞，呢個係非常之清晰噶啦。而下一個問題，點樣申請內地富豪？咁根據官方嘅網上說明書啦，咁條 link 都放咗置頂留言啦。咁有2個方法嘅，第一個方法啦，就係利用翻佢哋香港嘅微信公眾號啦，就入去一個自助服務，再撳開通內地號碼，再跟隨翻入面指示啦，就完成你嘅申請啊！咁相信最方便嘅自助方法。咁如果唔想用微信去申請嘅話啦，都可以選擇親自去翻中電信嘅服務點嘅，咁就係香港灣仔告士打道光大中心。咁但係自己上網查翻啦，幾時有開幾時放假，就無謂撲空啦。
翻到嚟數據用量，如果嫌開卡組合60日得個6GB唔夠使嘅話，而需要額外嘅中港數據用量呢，咁就提供2個方法俾大家去續購嘅。咁第一個就續 Map 收費，哇，睇落去非常之吸引，非常之平啊！就每 Map 只需1仙。咁由於1024 Map 就等於1GB，記住係1024換1GB啊，咁變成每 GB 成本啦就10.2毫4，就相對貴啲，但就勝在夠靈活啦，無需一次過捆綁買大量嘅數據。而第二個方法啦，我相信就更加吸引啦，就叫做不到期數據包，就以前大灣區卡已經有嘅優勢啦。而依家就同大家睇下不過期數據包有啲咩選擇啊。咁一共啦就3個 choice 嘅，咁但係介紹呢啲 choice 之前啦，麻煩你睇清楚呢個官方嘅網上說明書呢，逢親呢啲不過期數據包啊，都寫明噶啦係 4G， 咁所以我就懷疑係咪由原本 5G 數據啦，一買咗過期數據包就俾人燉冬菇燉咗落去 4G 網絡啊！咁大家有懷疑啦，在買卡之前就問清楚中電信嗰邊啦。咁一共3款選擇啦，最平呢就只需28蚊，就包咗5GB嘅唔到期數據用啦。意思即係話你張卡1日有效呢，呢啲數據都有效，唔存在一個數據專屬嘅到期日啦。而第二個啦就係48蚊有10GB嘅用量，而最貴嗰個呢先至係平均成本最抵玩啦，就118蚊啦，有30GB中港兩地不到期數據用量啊。咁除翻開平均每 GB 成本就低至3.9毫4，咁有需要啦就 hold 住慢慢睇，慢慢去研究翻啦。今集第2個戲肉就係呢張卡最重要嘅注意事項啊！如果睇完頭先前面就走咗去買卡啦，之後先發覺玩唔掂呢，都唔好翻嚟鬧我啦。好啦，咁就卡套後面呢，就列咗有8個嘅條款嘅，有興趣啦就 hold 住，慢慢睇，慢慢去研究翻。而依家我就同大家抽絲剝繭啊，拎咗最重要嗰條條款出嚟研究下啦，就係第6條啦，紅色框住咗，就係如果號碼連續停機90日呢，你個號碼就會自動取消。但係你記住，如果申請咗內地富號用嚟申請咗隻卡啊，登記咗啲戶口呢，到時就好惹氣。咁咩叫做連續停機90日，張卡嘅號碼就會自動取消呢？就要翻去頭先所講嘅官方網上說明書去揾翻入面嘅線索啦。我就留意到啦，佢就提到關於38蚊嘅自動續購數據組合啦，就如果扣費唔成功，即係自動續購失敗過啦，就會進入一個停機嘅狀態，就係剛才卡套後面所講嘅停機。咁根據翻卡套後面所講啦，如果停機90日呢，你個號碼就會自動取消。換言之，你必須有足夠儲值額啦 ，keep 住增值啊，就每60日要被扣38蚊。如果你扣唔到38蚊，入咗停機，而停機90日，你張卡同個號碼就會自動失效噶啦。由此可見，呢張卡要 keep 住去 active 呢，就必須要保持每60日自動續扣38蚊啦。咁如果你諗住用呢張卡嚟平玩所謂每月6蚊雞嘅一卡兩號，你真實成本就必須要計算呢個自動續扣嘅數據組合啦。咁呢度啦就同大家計算咗，如果諗住玩一卡兩號，你真實要俾幾多錢先至能夠 keep 住你嘅中國電話號碼啦。咁第一樣嘢就剛才所講，每60日自動續扣38蚊啦，除翻開平均每個月就要19蚊嘅，咁再加埋每日2毫子嘅內地富號服務啦，咁乘翻呢就變成每個月6蚊雞，咁每個月19蚊自動續購組合，再加每個6蚊雞一卡兩號你真實成本就係每月25蚊，咁你先至能夠養到呢張卡啦，養到你嘅內地富號。咁呢個就呢張卡最重要嘅注意事項。咁當然啦，有啲人就會話咁即係變成每個25蚊，唔係6蚊雞好似有啲貴喎，或者唔係即係咁抵玩。但係你又要諗深一層，其實你都包咗每個月有平均3GB嘅中港兩地數據用量嘅，咁就當成就係一個 number， 再加埋3GB可以去大陸偶然咁可能禮拜六或者禮拜日北上嗰陣時候去使用啦。咁如果覺得用爆驚過啦，咁就可以續購剛才所講嘅不到期數據包啦。咁買翻118蚊，咁平均每 GB 都係3.9毫4啫。咁而且去到大陸啦，用翻中電信自家網絡，仍然有佢嘅優勢喺度嘅。
嚟到最後嘅 session，我就好快同大家高呼埋呢張卡其他需要知道嘅詳情啦。咁包括通話、短信以及增值方法。首先同大家睇下通話啦。咁正如一開場所講啦，呢張卡好過晒常見嘅純數據卡啦，就係因為除咗有一卡兩號之外，仲可以香港喺大陸都傾到電話嘅。咁適合有啲人啦，去到大陸可能需要係打下電話或者係聽下啲香港嘅 call 嘅。咁呢個表咧就列出咗佢身處香港啦，同埋右手邊身處中國內地嘅通話收費。咁大家見到啦，香港本地通話咧就真係比較貴嘅，因為常見市價啦就係1毫子1分鐘，但呢張卡啦就變成3毫子1分鐘。但精髓就係如果身處內地打返香港啦，又或者接聽電話咧，都係3毫子1分鐘。咁相信都係目前最平嘅大陸漫遊通話方案啦。因為講緊啦，以前 CSL 儲值卡啦，就算買一個年 plan 200蚊包咗20分鐘漫遊通話，除翻開咧都要過4 1分鐘㗎。咁所以如果你重到需要喺大陸傾電話嘅話，咁我3毫子1分鐘咧就非常之適合你㗎啦。至於短信收費其實都幾 OK 嘅，咁就主打啦，喺身處中國內地嗰陣啦，可以玩到漫遊短信，咁而且每個咧只需1蚊雞嘅。咁但係香港本地短信都係嗰句啦，就相比其他本地儲值卡，屬於一個偏貴嘅水平。而最尾你就會見到無論身處香港定係中國內地啦，都可以免費接收短信啦。除咗用香港 number 啦，都可以用翻你嘅+86中國電話號碼嚟接收短信，但係都係嗰句，注意翻呢張卡唔能夠喺澳門使用㗎。咁如果過咗大海啦，就收唔到短信，而且都唔支援國際漫遊。咁去到其他國家啦，都唔能夠收到短信。所以買呢張卡之前嘅衡量翻，你會唔會用呢個 number 去其他國家啦，或者係去澳門啦？最後好快同大家分享埋呢張卡嘅增值方法啦。咁根據翻佢哋嘅網上說明書啦，其實就咁網上揾呢係揾唔到呢份說明書嘅，係要攞咗張實卡睇佢卡套後面嘅 QR code 啦，先至拎到條 link。咁但係放心啦，我就放咗條 link 喺置頂留言啦。咁大家興趣啦，都入去詳細研究啦，同埋咀嚼翻嘅。咁根據翻官方說明啦，增值方法就有3個。第一個就登錄翻中國電信香港網站啦，入去繳費充值頁面度繳費。而第二個啦就去佢哋中國電信香港嘅微信公眾號再俾錢嘅。咁印象中澳門版呢都可以咁樣玩，因為之前 YC keep 咗一張澳門版嘅大灣區儲值卡啦，佢都係用微信去做翻增值嘅。而第三個就透過增值卡去增值啦，就去指定嘅銷售店啦同埋便利店買翻，咁就 OK。咁點解我特登要去 highlight 翻呢張卡增值方法呢？就因為呢張卡其實都幾需要頻密而且大額嘅增值嘅，因為你哋見到啦，每2個月就扣你38蚊啦。咁如果玩埋一卡2號呢，仲要每個額外加到6蚊雞嘅，咁所以都應該要頻頻增值。咁唔想煩又想養住個 number， 又唔想 keep 唔到俾人停機嘅話呢，咁最好呢就一次過入大嚿啲個數，咁等佢慢慢扣啦。今集分享大功告成好開心啦！就係估唔到隔咗咁耐啦，有多一張係玩到1卡2號嘅儲值卡啦，可以再次同大家分享。因為呢一個 topic 咧都已經靜晒，即係見到以前啦就1卡2號嘅儲值卡懶人包啦，到2024年好似係最後一個 version 啦。因為隨住 3HK 退出呢一味，咁而 Club SIM 又停咗+862咧，咁剩翻中國電信香港一邊單打獨鬥，其實都幾難講嘅。咁而今日多咗個新嘅選擇啦，咁門面去睇就非常之吸引啦，就係每個月6蚊雞，但係都留意翻啦，就自動續扣嗰度係一個好必須知道嘅支出嚟嘅，因為如果你冇同佢續扣到呢個38蚊嘅 plan 啦，佢就會同你入停機，咁停咗90日啦，就全部嘢就會失效同埋取消噶。咁所以多嗰句啦，呢張卡真正嘅養 number 成本呢，就係平均每月19蚊啦，再加埋6蚊雞1卡2號，就變成每個25蚊先至能夠養到呢一個數。咁呢個位啦都好令我懷念以前儲值卡可以平平地玩1卡2號嘅時代。咁我印象中以前中國聯通啦就有一個中港如意通咁後來有個 3G 版啦，咁一開卡咧已經包咗+86個電話號碼，但係印象中好似行政費幾貴嘅。咁而第二個啦就係中國移動香港啦，喺即係收購 Peoples 之後啦，去本地儲值卡都可以玩到晒1卡2號而勝在啦好似唔一定係1個月㗎，仲可以拎一個1日嘅臨時
係大陸 number 嘅。咁大家有印象啊，或者當年曾經玩過啦，都歡迎下面留言，就同我哋分享翻呢啲昔日嘅往事啦。好，咁今集就嚟到先啦，廢話唔多講，因為嚟緊啦都會同大家密鑼緊鼓製作 HK Mobile 5G 年卡初步嘅測試結果，咁入面就有提到係限速200M 嘅官方條款啦，但實際測出嚟有冇可能突破200M，甚至去300M、400M 以上呢？咁到時就會同大家公佈啦。好，咁今集啦都係嗰句廢話唔多講啦，希望大家幫手啦，like 翻條片，訂閱翻 Man 空 Tech YouTube Channel， 喺度都再一次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對 Man 空 Tech 對 MH Telecom 嘅支持。咁嚟緊有啲咩好卡想去介紹，有咩新產品呢？都記得下面留言啦，就同我哋分享翻啦。